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继续来看，这礼拜六特别投票咯，台北市长三卡都针对弃保的议题继续的操作。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市长是呼吁讲，市民爱做家己的主人，唔通受到影响。国民党的蒋万安是强调讲，选民一定会用选票来赶走无适合的候选人。黄珊珊嘛，搁再呼吁民众哦，唔通互哪里绑票。阿中5大承诺，台北一起行动。9合1大选剩上尾3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市长召开5大承诺记者会，强调会用人为才，重视府会关系等等。针对争取到凯道煞无使用，去有那样认为讲是挑工甲场地卡条的，陈市长嘛做出回应。凯道有，我们就可以用啊，没有问题。好，但是问题是后来考虑到可能下雨，那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场地的布置等等的，所以我们放弃了。陈市长竞选总部强调讲，一切拢有照台北市政府的规定登记，抢路权啊抢输的，后回家己卡手都要较美丽，唔通讲啥物人卡啥物人。选战最后的关头，弃保的议题嘛持续发酵。陈市长呼吁，希望市民会当做家己灵魂的主人。那蒋万安认为讲，选民一定要用选票，互无适合的候选人拍输选战。在最后的72小时，我希望市民朋友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要迎接怎么样的4年。我相信最后，选民一定可以用选票打败不适格的候选人。陈时中先生，我不要说什么，我觉得他是在剽窃我的政见吗？做自己的主人是我们喊了多久了？做自己的主人就是不要被蓝绿绑架，所以弃保的问题早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国民党蒋万安早起嘛持续发动车队扫街催票，黄珊珊电影嘛伫咧24甲25启动车队扫街拜票，甲台北市长郭文哲做伙饼选前的一里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选战，为着病过身7个月恩恩案哦，是这场选举的焦点。当期关心社会出版业者郝明义，就呼吁国民党的候选人郝友宜，应该爱伫选举进前公布所有的资料。民进党的林佳龙嘛讲，因若当选会成立调查小组，甲恩恩案查好清楚。互支持者讨要签名，展现新北中和区的官人气。选前倒拍算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23正积极来投入车哨。对这个温温的案件争议，大地文化董事长霍明义认为讲，郝友宜应该都要遵守信用，公布所有的资料。林佳龙讲，温温的案件已经成做全民的运动。嘛，紧的咧批评郝友宜，同款是有经历死囝的痛苦。伫咧选前，伊无守信用，选后嘛一定是无咧甲信道，讲会来成立调查小组会来查明真相。侯市长自己的孩子出事的时候，他那种声嘶力竭，甚至指控还我孩子，那也提到到求追究责任，跟做好善后。可是呢，同样的标准讲过的话，如果拿来做比较，确实是双重标准。咱那后办的电影是回击讲，客停车广告有经协会。林佳龙表示讲，对手想要来影响司法调查，强调签订的是合法的广告契约，嘛佫批评郝友宜，伊伫个任内重大建设拢是4大皆空。郝友宜伊是咧讲伊的政绩，特别讲出这个教育、艺术、文化这方面来甲回击。我们美术馆即将要完工落成，我们的国家电影文化中心，我们第1期出钱又出力，还有包括我们3林文创整合所有人本环境的步道，串联起我们的美术馆、陶博物馆以及所有陶瓷的老街。互人问到目标是毋是要创下得票的新高？郝友宜伊讲，这甲4年前甲比较起来，感受到更较侪热情甲感动。对这个连任的路，伊真有信心，会煞咧来走访庙宇、市场来拜票，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基隆市长候选人第2场的政见发表会，国民党的谢国良强调讲，伊当选一定会继续用市政团队优秀的人才，卖来向现任的市长林佑昌来请教。民进党的蔡适应是讲感谢谢国良肯定林佑昌的施政，嘛讲这是万来的功德。规人今仔日落雨毛啊，
23日早起，那日市长候选人就穿着雨衫走基层拜票。第昨22暗，国民党的谢国良伫政见会上向市府团队发挥，将是优秀的人才，也讲会甲现任市长林右昌当作市政的先辈来请教。民进党的蔡适盈讲，感谢谢国良肯定林右昌的施政成绩，严哥也讲这是换来公道。我觉得他是一个迟来的公道啦。他过往的选举过程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污蔑的事情，可是，在昨天最后一场政见发表会里面，他也不得不承认，过去这几年适应加上右昌市长的施政团队，确实让基隆做了改变了。谢国良是讲，肯定市府同仁为大家做代志，不过规人不是无进步的空间，也希望会让加工好话。我肯定是我们基隆市政府所有的同仁都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岗位上为大家做一些事情。那林市长他的确有做到了一些事，可是不是没有进步的空间。我希望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多说好话。伊那伫政见的部分，谢国良讲要建造社区型健康中心，创造在地就业，也个改善医疗照顾环境。蔡适盈是提出贵人市港标杆再生计划，也个要全力撒贵人结婚。选前倒算3天，各候选人除了提出政绩的牛肉，也接走基层争取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长郑文灿不满拿赢，指控伊帮助财团查土地，今仔早起去地检署提告。郑文灿表示讲，要用司法来阻挡无证据恶质的抹黑。国民党的张善政是批评讲，伫过去这几个月，民进党利用国家机器、杂志、乌函、佮泼污水的方式对伊对杀。伊讲市民拢看伫眼内。市零宣告，桃园市长郑文灿伫咧律师的陪同之下，再起大动作，亲身去地检署，告国民党家做污，嘛带来批评拿赢，伫咧无任何证据的情形之下，指控伊协助查土地、操控地下搅拌，大家拢家做污，想要来挽救选情，是民主选举上歹的示范。选举应该提出政见，提出政绩。如果只是用空降的打手，任意抹黑。这是非常 low 的选举方式。郑文灿表示，伊执政8年来，前到大毋捌甲任何人告过。毋过像这种恶质家做污，毋但是伤害伊个人的名誉，嘛损害规个市政团队的拍拼。伊决定以诉讼来阻挡这种诽谤。针对提告，国民党张善政嘛做出回应。年轻选民或是中间选民，看到郑文灿跟炒地皮集团这样子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啊，那会有非常严重的剥夺感。郑文灿市长不是说提告就好了，他要先说明清楚。民众党罗香玲表示，提告是郑文灿市长的权利。不过，伊嘛讲到2017年到2021年之间，市府卖9万外平的市地，虽然市府财库有收入，不过嘛造成公有所地边啊土地大起的后遗症。呼吁郑文灿提告以外，要是爱甲市民报告。你任内这个包括社会住宅的新建迟滞了哈，还有呢很多树地一直卖，到底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取得个人的私利？那公益性到底在哪里？选举到底要到啊！桃园选情是愈来愈激烈，原本选情结果偏蓝色的桃园，伫郑文灿执政8年了后，呈现新的局面。桃园市长候选人，无论国民党的张善政、民进党郑文平、民众党罗香玲，也是无党籍的郑宝清，啥物人拢唔敢大意，把握时间大力拼选战，要来争取市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长市政话徛街边啊，有3块农地，有民众检举讲，农地顶头有停车场、佮篮球场，这已经违法了。今仔早起，有民进党的县议员候选人就去县政府检举。这是花莲县长市政位伫个安乡的徛街，后壁几大片的草坡啊，有起停车场佮篮球场。不过，这土地拢是农地，已经违反农务用地使用政策。县议员候选人批评县长带头违法，去县府交检举的批。徐增卫这一块土地从2006年10月24号持有到现在，已经将近过了16年了，他已经违规16年了，而我们花莲县的农业处却都置之不理。根据地籍的资料，市政位目前伫遮持有的农地，拢总有地号108甲109两地。也有地号107是甲国有财产局租的耕地，不过无论是私人的也是租的，拢无农地农用。据洪志基讲，这10几年来，县府到底敢有查核？花莲县的农地广大了，那在县府在承办的这些人力的确是有限啊。
那我们除了就是卫星变异点的查记有没有哈？那之外的话，就是透过这个民众也会检举给我们，我们会就是按照依法来进行会后的处置啦。大在连强调讲，只是还会邀请国有财产局去107号这块地，khai查市人为是安怎费农用，嘛无证收还会当做。面对这指控，伫结果进前，馆长市政委也是无愿意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长民进党的候选人刘建国，佮国民党的候选人张丽仙，今仔早起拢是市场拜票的行程。云林县伫昨午嘛已经起诉9件的贿选，2件的选举赌盘，地检署是展现掠贿选的决心。今日北港牛墟买卖市场，已向民众请托拜票。23号日透早，民进党云林县长候选人刘建国为云林的海线水南市场出发，然后阁来到口湖市场北港牛墟。已经距离徒步面对面拜票，希望争取乡亲的支持。尤其是市场啦吼，阮拢是对基层起来，所以甲咱的这市场的时段，甲来这买物件这时段，都会当安尼直接做密集的安尼接触，嘛听到真侪人对阮的鼓励吼，互阮是有这个机会，会当上好位置，为人民来拍拼来做代志。至于国民党云林县长候选人张丽仙，选在云林的山线大乐市菜市仔。嘛是以徒步拜票方式，今日菜市仔含买菜的民众热情互动，伊希望剩2-3天的时间，会当互寡侪民众看到伊的政绩真出连认。所以我希望我用这4年的时间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完全的付出。我希望乡亲到最后这个选举能够给我一个考验，也能够给我一个检核了如果我做的还不错，我也是希望乡亲给我支持，投一个认同票。选战进入最后阶段，云林县长的选战。咱会定赢拢以徒步拜票方式，希望争取较侪选民支持。另外，云林地检署针对参贿选，22号已经完成第一波贿选案的侦结，总共起诉11件，包括9件贿选，2件选举赌盘，要展现强烈参贿决心。记者云林报道。再来看劳动部甲经济部已通过基本工资补贴方案，针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产业，因为起工资要来进行补贴，营业额衰退10%的业者就会当来申请补贴。员工一人1个月920块，算点钟的劳工一人是固定补贴560块，会当连续补贴6个月。原则上，从明年的1月开始6个月，月薪的部分呢，员工1个人1个月补贴920元。部分工时的部分就是一个员工补贴560元1个月。那补贴方案的部分来说，是以今年的9月、10月2个月的营收额去对比108、109、110年任何一年同一期的9月、10月的营收总额来做比较。那衰退的幅度有达到10%以上的，就可以符合补贴的条件。每年的元旦开始，基本工资会调悬到1点钟176块，月薪是26400块。经济部跟劳动部决定讲，要来提出基本工资补贴方案，会当补贴全职员工18万外人，算点钟员工有6万外人，预算是13亿4766万块。这笔钱是由就业安定基金来支出。再来看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早起伫立法院面对有立委质疑讲，台中的营养午餐因为鸡卵的价数上悬，学生1礼拜只吃到1届的鸡卵。农委会是强调讲，目前鸡卵的产量甲价数其实拢真稳定哦。另外，针对班吃照班的政策，有的学校到大个还未食过，主委表示讲，因为照班的处理较麻烦，会尽量来调回。学生的营养午餐即马食鸡卵嘛真困难嘛。国民党立委杨琼英一巡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指出，中部家长定前因为鸡卵价数起，造成团膳业者1礼拜顶供应1届鸡卵，而且佫是散卵。主委陈吉仲指出，即马两价已经下降，供应嘛无问题。我们现在的产量每日已经超过117000箱，进前是42块半，今嘛40块半。学生食2倍质，除了鸡卵，农委会嘛捌答应过班食照班。部分南部县市学校已经食到啊，不过最近传出因为供应未赴，政策可能会减慢。对此，陈主委表示，不是减慢，是小可延后，即马在积极调度当中。学校午餐的石斑鱼是要让石斑鱼
更大只一点，所以它在做加工切块的时候会更好处理，所以我们会全力的来调度。另外，针对宜兰种鸭场最近确诊禽流感，感染 H5N1 高病原性病毒，农委会特区所初步完成检讨报告，承认要找出确实的感染来源有伊的困难度。今嘛要补强厝顶生鲜部分片面豆角啊、大便落入去场内，佮有精进标准操作定数。有关周边养禽场相关采样检验，佮咧进行当中。记者们陈昌辉台北报道。来看中研院院士的国籍过去捌有争议。中研院院长廖俊志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今年7月份第33届选举已经有规定讲，院士必须是本国籍。也毋过，立委范云是认为讲，现在是伊出事的时，父母拢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来认定。也毋过，伊认为讲，这款的认定标准伤过零了。中研院7月7选出第33届的新院士，苏当时有5个人需要理清国籍，落尾3个人确认有咱的国籍，确定当选。立委范云伫立法院各委会指出，新院士何德华有新加坡的国籍，经过判定也有咱的国籍。虽望中研院承认双重国籍，毋过新加坡改成是禁止双重国籍，何德华应该是无咱的国籍。这一届新加坡籍可以成为院士，下一届他的国籍栏如果有另外一个比这位优秀的学者，他写新加坡籍，他是不是第一关就被刷掉了？对，对，没错。廖俊志强调，第34届开始，院士候选人的提名表会加一纸来写国籍。范云指出，这毋是针对个人，是即卖制度伊出世的时，父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来做认定的标准，安尼是有问题。中研院这样超译，有符合我们对全国学术界的理解吗？我想这不是中研院的超译啦，中研院没有超译，这个应该是说这个是我们根据中研院组织法，那由权责单位来做认定。中研院补充，苏当时请内政部认定，认为何德华有咱的国籍，是因为伊伫中国出世，苏当时确实是中华民国统治。范云建议修订中研院组织法，伫院士资格认定的部分，对全国学术界改做全球有华人血统的学术界。廖俊志表示，会甲意见早登去予委员会考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年初到8月底咱国内有24万件交通事故，机车的车祸造成1298人死亡。交通部按算要分阶段来增加机车路考，实际来进行道路的训练哦。明年会开始试办。后方来车的移动方向、速度跟距离。来到教训班，连续骑奥多摆，教练先提醒上路进前上重要的概念。再来讲试验过程可能会互扣分的关卡。目前考奥多摆驾照也唔免实际上路，不过交通部建议分阶段进行。透过机车驾训班来取得驾照，在违规率的部分可以降低到超过1/2以上。那在肇事率的降低也是可以减少3%以上。公路总局表示，初步一定每年先用试办的方式来推动。按照教训班业者表示，目前还未收到政府相关的配套措施，唔知要安怎才好。尤其骑奥多摆较高滑倒，和赛车比起来，学员是搁较高着伤，所以保险理赔嘛要考虑入去。若阵费用拢交予业者来负担，成本嘛一定会反映伫学费顶悬。他一定会有跌倒的风险。那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他如果受伤的话，其实这部分在保险的部分可能还要跟金管会那边再讨论。哦，那车损的部分也是一样的，会比较注意一点，因为如果在里面考的话，就是旁边是没有车的，然后你不知道旁边有车的话要怎么反应。业者强调，奥多摆上路考试是好的政策，不过嘛希望赶紧甲配套措施定好清楚，让业者会当先规划试办，避免整一起行伤车工乱草草。记者王秋婷、林昭宽高雄台北报道。台中内面幼儿园的园长林金莲今仔去台中市政府抗议，伊讲伊最近收到都市发展局的公文，讲幼儿园是违章建筑，今年都无法度来进行公安的申报。伊讲这意思敢是要吊销幼儿园的执照，嘛要拆除咧。市政府是回应表示讲，这是因为幼儿园无提供使用的执照，也是合法的办学证明的文件，嘛已经真侪届拢要求幼儿园爱保证咯。我们要求基本人权，我们要求基本人权。各地
地反土地定位甲征收的自救会团体大声声援，台中市黎明幼儿园园长林金莲23号伫咧市府头前抗议，伊无偌久之前收到市府的公文，讲无受理今年度公安申报，也佫标明幼儿园是违章建筑。伊强调46年来消防公安课早拢合格，也逐年拢申报，更加领有合法的帮助证明。市府即届的手段，等于是宣告强拆甲吊销执照等等后续的动作，就等于是他宣告可以强拆。 幼儿园的那个执照会被吊销，再来，他也可能就是告诉那个建商或者重安会，你可以放火烧吧，对啊，所以市政府也有可能会做强拆的动作，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忧。 黎明幼儿园反自办土地中划案已经诉讼争议几落年，林金莲质疑这个游案是政治手段。不过台中市府表示，黎明幼儿园今年度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甲申报作业去互退件，是因为园方无减负使用执照甲合法的帮助证明，已经要求补正。本案未减负使用执照，退回补正。黎明幼儿园前经2次补正，仍无法提供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文件。 按内政部规定不予受理，请幼儿园检具相关文件，再依法提出公安申报。都发局表示，园方若是有不服，会使自受到行政处分了30天内提起诉愿，后续会使依建筑法91条开罚6万至30万块罚款。但是林金莲拒绝诉愿，要求台中市府家己撤回申报结果通知书，双方面是完全无交集。记者台中报道。 来看台南有一个民众，伊偷改路边停车的收费单，原本是爱纳380块，结果伊去超商只纳100块，超商就爱家己负担损失280块。台南市警察局接到报案通知这个民众来说明，嘛以为做文书甲早期罪嫌，甲伊上班。 车停伫路边一下无偌久，就收费人员来开停车单。毋过台南一位细条的女性却利用停管处人员人工挡囡仔的空棚，甲第2点钟了后的囡仔涉嫌用酒精糊掉，害车商的店员看毋到去，原地爱交380块的停车费，才交100块，互车商损失280块。车商发现了后，报警察处理。停管处通知超商收管金额与停车项目不符。 使得超商遭受损失，以酒精将该赃处涂销。台南市交通局的人员实际提出停车单来测试，用酒精确实会当糊掉。不过交通局强调，收费人员等囡仔是要确认停车的事实，也互民众知影要缴偌济。等囡仔的共时间，单据就已经入去到停管处的后台，并未因为糊掉就取消。因为后台的这个停车相关的记录已经透过超商的。 代收代缴已经冲销完成了，但是这个部分因为有造成超商这边因为代收金额错误被机关催收的这个状况出现那超商这边确实有造成损失。那据了解，超商也已经针对这样的行为有提出相关的告诉。随后交通局也要参考别个县市，利用 QR code 来取代等囡仔，会继续评估安怎解释。若那警方讯后，按照伪造文书甲诈欺罪等罪名，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呼吁民众唔通伪造文书，若无安尼可能会互告，颠倒是吃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有一间餐厅，因为无认同米其林以BBK方式来进行评鉴所以拒绝米其林的评鉴嘛过去法院。二审的法院认定讲，米其林指南提供的信息甲公共利益有关系，应该会当受到宪法的言论自由的保障，所以是判这间餐厅败诉。 主打广东菜米伫个台北市大安苏都名店果市，伊不满米其林指南用BBK来评鉴，发函予米其林伫个法国的总部拒绝参加评比，要求 BBK 袂当上门，无得到回应，所以伊个提起民事诉讼。不过专案一审是败诉，二审上诉了后，法院同款甲判败诉。 单纯没有回应这件事情，其实不代表他就会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会侵害你所谓的缔约自由的人格，或者是意思表示决定自由的人格啊。判败诉的理由是讲，合议仍认为这个果市伊无限制消费者对外发表评论，就算讲无认同米其林的评鉴模式，不过这无代表讲评审委员有义务就爱事先甲讲伊要来遮用餐的目的甲伊的身份。也若米其林指南发布的这个信息，甲公共利益有关，嘛应该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甲保障。如果你不是用密态方式，我可以
以决定要不要跟你接受你来我消费的权利嘛。但是用秘密客、用密探，不是用真实身份来评鉴，我们不同意。伫个过去，都捌大动作加饲粮啊提告来对价米其林，即便知影讲判决结果了后，郭市的委任律师正秘手无想讲要加讲啥，是毋是搁上诉，搁等到收到判决书了后，才会搁做演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年的地震，已经造成268人死亡，有将近1100人受伤，阁有超过150人失踪哦。部分的死者是住伫宿舍的学生啊，目前嘛阁继续的搜救，有人伫这个地震就失去11个亲人。阮超特大声唤因孙仔的名，用手甲石头搬开，希望内底会当传出声音。地震发生的时阵，伊人当伫山顶顾牛，接到因查某囝的电话，骑乌托邦赶转去的路人，才几啊分钟的时间尔，规个就天差地啊。Bahkan aku berhenti dulu, nangis dulu sebentar. Kemana ibu, ada yang teriak-teriak, yang mencari ibunya, mencari bapaknya, mencari saudaranya. Bahkan aku juga sampaikan menangis, mengerikan sekali. Bahkan sekarang juga kealami. 救援人员为倒去的建筑物内底，甲规个拢是落瓜门遗体救出来。其中一个是恩乔特伊失踪的孙仔，自尽了后，迄天发生145界的余震，其中一界还阁引发水崩山，大地石头直接撞入去因亲戚因兜内底有7个人，因表小弟甲另外2个孙仔不幸死亡。因若住伫个附近庄仔头，因阿姊甲表小弟，还阁有其他6个亲戚，拢去互倒去的厝地死。另外一间学校宿舍内底有部分的学生伤亡，因为校舍无耐震的设计，嘛是造成悲剧的主因之一。Yang Aprijal udah bangun, kata yang atas nama Julfikar ini, udah kamu cepetan pergi. Dikira Aprijal, dia juga selamat ngikutin pergi, padahal dia pas mau bangun lari dia ketiban, dia jatuh. 当搜救人员咧想办法找生还者的时阵，已经有家属开始替过身的亲人落葬，即马路未通，桥嘛断去，当局无法度甲怪手驶入去灾区救灾，因为部分地区还阁伫咧停电，互搜救行动是更较困难。官员警告，未来这几个礼拜可能也有其他的所在会发生水崩山。公司新闻黄文亮编译。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最近主持北极海2架新的核动力破冰船的落水典礼。罗西亚伫北极有超过24000公里的海岸线，因正早就咧开发北极的能源甲海运的路线。这2架新的破冰船落水测试，按算伫2024年开始执行任务，嘛有正大的战略价值。雅库特号沿着轨道对船坞过入去圣彼得港，准备要开始1年左右的测试，也有安装甲板顶头的各种装备。主持下水典礼的俄罗斯总统普廷，受克里姆林宫内面的办公室透过视讯致辞。除了勉励造船厂的人员，也重新开发北极海航道有正悬的战略价值。Уверен, все задуманно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екущие сложности, м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етворим в жизнь. Для этого будем наращив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атомного ледокольного флота. Они нужны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го,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для увеличения перевозок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морскому пути. 根据芬兰的地壳北极航道的研究，自远东地区到欧洲，通过北极航道是比几多年来航运界较惯适应的航线，也就是通过东南亚、印度洋、苏伊士运河，会当省差不多4成左右的时间。另外，北极地区往俄罗斯的范围有真侪石油加天然气运装，这也是俄罗斯大量部署核动力破冰船积极发挥北极航道的原因。前苏联正早就开发核能动力的破冰船，上早的一代列宁号伫1959年就复核，所来是顶一代北极号，一直到目前，俄罗斯现役的核动力破冰船有6台。伊那雅库特号所属的2222空工程，包括第2代的北极号，也有2台还阁伫咧复核。这种破冰船上最会当通过3公尺高的破冰，伊那更加新型的俄罗斯号破冰的能力是到4公尺高。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体育新闻来看，今年的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台湾队计共是摕到1块银牌、2块铜牌，是这几冬来上好的成绩哦。昨暗选手嘛返来到台湾咯，嘛受到真热情的欢迎。Q 大布条欢迎台湾的选手回国。
代表台湾参加世锦赛跆拳道代表队2年回来台湾，3位摕到名次的选手得到主办单位送的墨西哥魔法，接受献花，心情真好。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拿名次，但是能为中华队拿到一个铜牌，我自己也开心。很开心，然后很谢谢大家的加油，然后教练的指导，还有防护员的帮忙跟香姐的帮助，这样。陈碧涵摕到男子54公斤级的铜牌，吴盈轩摕到女子46公斤级的铜牌。东京奥运跆拳道摕铜牌的罗嘉玲，即便是摕到一块银牌，是个人在世锦赛上好的成绩。对手从16强开始，他们像是奥运金牌啊，然后奥运铜牌有现在世界排名第1的选手都有，所以就是能获奖，其实就是非常的开心。这届咱16位选手去参加比赛，得到1银2铜，是最近几年咱国伫世锦赛上好的成绩。教练讲，咱提早去当地训练，效果袂歹。事实上，我们提前到当地训练啊，那到墨西哥训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跟策略，那让选手在比赛场上能够发挥得更好。连续累积大型国际比赛实战经验，这项选手因伫个众人的祝福声中回顾，小休一个，所落来一关继续迎接更加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葡萄牙的脚球名车 C 罗，伊甲英超曼联球队的吵吵闹闹，定定上新闻。上新的消息是，球队已经宣布讲 C 罗正式离开球队了。C 罗嘛回应讲，时间是差不多了。C 罗目前人已经伫卡达加入葡萄牙国家队，头一阵会伫台湾时间25对上加纳。Hi New York, what's up Times Square? Up here, look up on the billboards. It's me, Cristiano Ronaldo. I have the most exciting news to share with you. Let's count down 3, 2, 1. C 罗的蜡像伫咧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甲大家见面，大家烧钱要翕相。不过 C 罗有另外一项重要消息，震撼国际卡坛，伊即马参加英超曼联发正式的声明 ，C 罗将会离开曼联，而且立即生效。C 罗伫咧 Twitter 讲：“我爱曼联，也爱球迷，不过我感觉是找新挑战的时阵啊。”C 罗即马代表葡萄牙伫咧卡达参加世界杯，第一站会伫台北时间25透早0点对加纳。这项消息发布前，因为伊甲曼联的关系愈来愈歹，大家拢真注意。C 罗伫咧世界杯脚球赛，请媒体注意世界杯，莫讲问伊的代志。Na minha vida o timing é sempre o timing. Obviamente vocês estão do vosso lado, é fácil opinar, fácil escrever, muitas vezes verdades, muitas vezes mentiras, ou a maior parte. Eu não tenho que pensar naquilo que os outros pensam. C 罗伫咧世界杯开始进前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阵，对曼联有真侪指控，包括感觉互球坛背叛，认为家己的离开是被逼的，也对总教练滕哈格讲有意见，包括伊无后悔进前对热刺的比赛最后几分钟拒绝替补上场，因为伊感觉滕哈格是挑工要甲伊创。迄当阵曼联讲会采取行动，做适当的回应。C 罗的好朋友也是曼联前球星里奥费迪南，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 ，C 罗是心情真歹，真想要离开的时阵接受访问，因为滕哈格也得到伊想要伫的结果，双方拢真欢喜，大家人继续向前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高雄今仔早起空气的品质是真歹，有来7站拢是红色警示。环保局是表示讲，因为透北风，佮加上华南云雾带的影响造成的。医师嘛提醒讲，有过敏也是下久的病人尽量都莫出门。路林一片白茫茫雪，毋是因为天气热，是空气污染。高雄23号透早对北到南，陆续有6个空品测站的 AQI 出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灯。高市环保局解说是受到环境风潮影响，造成污染物随北风落南。北风将污染物顺势的带下而且在本市因为风速减低，那造成一些累积滞留的情形。那另外因为华南云雨带的关系造成湿度偏高，有薄雾，有多云。那造成一个扩散条件不好的情况。环保局要求辖区内的新达电厂等大型业者停机，也是降载，避免让空气品质愈来愈歹。但每当到秋冬，高雄的空气品质就常常受天气影响变差，嘛互去诊所看病的患者明显变多，一透早就有民众来等。空气污染的话，它本身对我们的上呼吸道，它会有蛮严重的一个刺激的反应。那它的确是会造成我们的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
容易发作起来。先用药才阁帮患者吸出鼻水。医生提醒，鼻仔过敏也是下久的患者，伫空品无好的时阵，上好减少外出，以免受污染物刺激发病。若要出门，会使挂2盏喙罨。另外，挂医用喙罨骑车的时阵，可能因为车速紧，造成污染物乱过喙罨，建议会使加挂1盏布的喙罨，加强保护。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台中的警方甲林管处的人员，日伊伫大安溪巡逻的时，发现讲有一台车亲像咧偷载茶库，警方嘛查到有3支2000多公斤重的小蓝，这个山鸟处嘛，互警方抓起来了，移送法办。警方伫大安溪顶流的溪床发现，这只改装吉普啊，后车道伊是用帆布砍掉大批的茶库，竟然落车来拦检。相关被警方围调的，相关被困伫溪流无法度顶动。警方协助之下才脱困，关键伫后车道发现3大支当要被运下山的小楠木，寿龄都超过100年，总重量着2200多公斤。保持了环境甲当时林管处的人员，21号伫大安溪第84丁班地巡查的时阵，但查到这只改装的吉普啊，抓到一个热心驾驶，不过另外一个共犯已经落跑。嫌犯不从后加速逃逸，仍遭警方查获，价值约31万余元。警方并查扣该5台车辆等犯案工具。当时林管处表示，小蓝是台湾第一位珍贵兽种，大部分分布伫海拔900到1000公尺的山区，一地真定，嘛带有崩溃。不过现在数量拢真少，伫惠顺林场以及所管的林班地拢有划定保护区。由于真正被盗采，林管处嘛加强巡检的频率。森林护管员平日会进行林班巡视，会随时注意林班内可疑的人车，并于盗伐的高风险地区，不定时的联合森林警察进行联合巡视跟深山特遣的工作。警方以违反山林法以及刑法的窃盗罪嫌来上班，由于小蓝被列做是一级贵重物，还佫加重刑期1/2，并扣2000万以下罚金，还佫再追查下游销赃的管道。记者苗栗采访报道。来看台东的豆仔柑最近的大出咯，品质真好，价值嘛真悬，也毋过哦，产量却一档一档减少。今年的产量哦，又搁比去年减少2成到3成。台东农改场是指出讲，今年减产的原因，是因为果子树感染着一种叫黄龙的病菌哦。另外，佫有台湾高山啊，定定来偷食破坏。豆仔顶的产地伫咧台东县成功镇，每年11个采收上市，即马正大出，有真侪民众来试食。今年有一寡豆仔顶看起来外形无以前遐水，是因为顶个月伫咧果子的时阵一直落雨，皮去伤着。也毋过台东农改场评价讲袂影响品质。糖度的部分呢，就是9到11度，那最高有到13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消费者放心选购。农民讲，因为天气的影响，今年豆仔顶的产量大概会减少2成到3成，也毋过计价一斤也可能维持伫咧90块左右，而且拄上市订单就接袂煞。也毋过农改场发现，豆仔顶的产量甲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较少，自10几年前100多公顷，今年只敢剩75公顷，主要是受到黄龙病菌的感染。那只是说它传播之后，它没有植株不会马上死掉，它会慢慢发病。那发病之后，它的植株就黄化，然后产量慢慢的减少。农改场讲，这种病菌只要控制传染源，就能降低损失。也毋过豆仔顶减产，也有高产的危害，再加上农民这么年纪愈来愈大，这款问题拢需要想办法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设一个机器人复健中心，有一个29岁中风的查甫病人，经过3个月复健，已经会当爬山了。复健机器人嘛帮助脑性麻痹的囡仔复健甲治疗。咱做伙来看卖。6岁小心由早产造成脑性麻痹，以前搁爱用辅助器具，这2冬到北医用机器人复健，即马通家己行路啊。传统的物理复健的话，它比较注重在它的肌耐力方面的训练，但是在机器人的辅助之下的话，它可以走路的姿势是比较正确，它会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走路的姿势。另外一个29岁林先生，佮真少年，虽因为脑中风变衰，经过下机器人训练了后，嘛通正常生活。走稳了，那老师说，那我们来练交互蹲跳，然后接下来又开始练跑步。其实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想我一个中了风的人开始练跳练跑步。北医
一统计使用机器人护健的病人内底，脑血管疾病占8成，肋骨受伤占1成，阁有儿童脑性麻痹等等。护健机器人的性能有分悬、中、低，通照病人的状况，协助恢复损伤的肌力、神经甲骨头筋脉，嘛减少代偿作用。代偿作用产生的时候，他就习惯了用了这个原来的代偿的方式来行走了。很早的介入的时候，他其实这些神经的记忆都还在的，然后再把这个力量练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恢复就是比较是两侧是比较一致性的这样的功能了。法医表示，病人的神经参骨头筋脉受伤，黄金恢复期是1天，机器人介入到3天复健，通缩短行路训练的时间，1个月至半个月。这2个病人嘛，拢伫伊的黄金治疗期内恢复良好。不过目前这项治疗也未纳入健保。记者电台台北采报道。防疫放零路，交通部观光局推出超过65岁以上乐龄市场的行程。观光局表示讲，去年乐龄的旅游市场大约有400亿哦，其中有2成是对团，所以嘛望讲当来吸引国外旅客。排场排啊参观旅店的大会，真侪退休了的乐龄族，真爱四国去旅行。比较喜欢偏重健行，我有爬山的这种行程，通常都是2个小时、3到4个小时，甚至于5个小时。我这热点的话，大家有没有可以组成的话，好朋友的话，这样旅游啊，有一个伴的话，可以互相的照顾啊。观光局分析，台湾伫咧2025年就会建立超高龄社会，也看重旅游市场的布局。观光局观察到，乐龄族群介意体验，也较介意豪华或者是健康主题的行程，所以就会整理国内特色的景点，佮搭配大众运输工具，譬如讲大铁甲高铁。各类旅游业者包装出适合乐龄族群的主题行程。乐龄旅游它比较主张的是一种比较主题性的旅游，它不是纯观光或看景点。以前呢，国际观光客来到台湾呢，15%是乐龄族。那他们的产值也有660亿哦，也就是说这是一个1000亿元的规模的旅游市场。旅游业者分析，观察乐龄族群，并不是亲像大家一般所印象的介意轻松的行程，顶多是较介意有挑战甲学习。所以伫咧包装旅游行程时阵，会特别重视手作体验，一个主题学习。另外，调查也发现，台湾丰富的生态对海外乐龄族较有吸引力，将会加强国际行销。伫疫情了，吸引更加侪旅客。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伫白色恐怖的时期，无发生劳动抓抢案，包括甘文汉在内有6个人被判死刑。甘文汉的孙仔甲阿公的人生故事，伫抓抢界的中心文创中心内展出。那么，这回来看甘文汉的故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他聋了，因为他在那个时代，他去一直冲撞这个体制，其实很像堂吉诃德去撞风车那种感觉。你讲家己也讲甘文贤正讲，亲像堂吉诃德共款安尼一直冲一直弄，因为有家己的思想达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引起宜兰白色恐怖足出名的劳动抓抢案，嘛号做甘文贤叛乱案。不过江家安伊认为讲家己阿公因为热爱社会甲大众，才会来争做共产党，是迄个时代的选择。不应该来争做收分的卡子。被人去记住说，当下他们的决定是这个时代给他们的选择，他只能这样做决定。甘文贤叛乱案拢总50外人涉案，受害者大部分拢是劳动抓抢的员工甲亲同啊，其中6个人处死，包含首谋甘文贤。江家安甲因阿公的人生故事，用中心文创内底用喜怒悲恶4个篇章来甲点出，点起到26内容有甘文贤个人的人文字口述影像，这个故事嘛来甲用舞台剧甲演出。怨言是难免，但是慢慢的，我是觉得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理想。甘文贤互人枪决了后，地带甲讲规口罩的经济还佫身体健康拢受到影响。甘文贤因某甚至讲口甲目睭拢青霉，伊的大孙简德宏讲，有看到袂少这个时代有忧郁的情形，像是这款的环境内底安尼，难免会有害惨甲怨言。嘛，期待这款的故事会当互更加侪对政治有理想的人，用和平的方式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南投一间戏院甲电影配合办一个讲台语的运动，观众若使用台语来买票，就送一杯饮料，望讲鼓励大家伫生活中讲台语。我要看你伫我心上，
学生票。请问安尼买偌济？你敢捌听过英国伫学校内底讲台语是会罚钱的？最近一出电影以国语政策的时代背景，讲出迄当阵一个校园的爱情故事。南投一间戏院响应电影的剧情，推出讲台语运动。来戏院只要用台语买票，就会送一杯饮料，吸引不少民众来交关。台语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母语。对，现在戏院推那个说台语可以送一杯饮料，然后我觉得很不错。就这一次搭配电影《你在我心上》，推出了一个说台语运动。那之所以会推，是因为它的时代背景是当初就是台湾在推行说国语运动，然后在学校讲台语其实是会被处罚的。那其实也导致后来的世代，就是其实大家对台语越来越陌生。除了讲台语的活动，戏院嘛收集大家爱情的信物或者是证明，甲这有特殊意义的物件，专工放伫较早的保温箱内底。头家新式的创意嘛引起话题。这部电影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slogan， 是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把这些证明收集过来，然后特别放在这个以前的保温箱，就是希望就是其实这个份喜欢跟感情，它是可以就是被保留下来。在地业者对这出电影的风潮推出讲台语的活动，唔那头壳动了紧，熬做生理。更较重要的是，大家伫日常生活当中会当惯习讲台语，希望互讲台语成做一件真事上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政府对2013年开始的这志工团体组成浙江行善团，协助市内善家的家庭来翻新老厝哦。这民间团体是出钱又搁出力，真甘心。整修志工总出总入，一边咧重新补壁、补厝顶，迄边咧重新牵电线、安电火。外口行人里落的壁，嘛互人插做温暖可爱的水红仔色。这是台南市的浙江行善团协助整修的第194户。油漆跟里面卫浴设备装完了就完成了，也是我们全部做工行善团的第194户。下营区一对轻度身心障碍查某囝和坐回老母，做伙住伫这间老旧的家厝内底。原底有部分的厝顶拢已经放弃，严重漏水，电力线路嘛真旧真危险。不过两个人敢若靠一个月3700块的身障补助，实在也无法度负担整修的费用。经过他们的帮忙跟协助，我很感恩，然后让我妈妈有个可以遮风避雨，比以前更好的家可以住这样子。由劳工局招各大工会志工组成的浙江行善团协助整修，民间和企业到寄付费用，也有关注二手的家具，共同来帮助这对母仔囝会当带了安全个舒适。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